各位咧跟住4分嘅觀眾咧都知道啦，呢支咧就係傳聞中咧好出名，就算千年萬年億年乾旱機嚟緊轉季，係沙漠啊乾旱沙子機呢一隻被譽為咧就係 Swiss Program 嘅萬能嘅注水精華啦，你試下個質感先啦，滑到不得了啊班主任，你俾你睇下你睇下，好水潤啊！一秒即吸呢一個咧，仲要連敏感肌、孕婦醫美時候都唔得。點解佢咁水啦？話俾大家聽。第一樣嘢入邊係用咗瑞士阿爾卑斯山嘅植物萃取，已經幫你注入大量嘅水分。第二入邊有一隻沙漠嘅植物。你知沙漠嘅嗰啲仙人掌咧？你知仙人掌唔使淋花啊嘛？係啊。因為佢個根部咧，如果你掘起佢咧，成個吸好多水同埋成個波啦。咁佢咧呢個 Swiss Program 咧用埋一隻沙漠嘅植物叫做白茅根咧，原來佢識得吸取空氣入邊嘅水分，搽咗落去嘅時候咧，即時形成個72小時嘅鎖水夾膜。哦，仙人掌夠晒鎖水啦，喺沙漠都死唔去嘅。所以咧佢係注水、補水、鎖水、儲水，幫你儲錢啊！唔夠水自己泵水，所以係包保你72小時萬能地保濕，冇黏落感。嚟緊轉季早晚都用得避開眼嘅。係啊，佢係2樣嘢啊。2樣嘢加埋係呢個價錢。你冇聽錯，今日只要買呢一支萬能嘅注水精華液，冇酒精、冇香料、冇防腐劑，瑞士 Swiss Program 27年，今日莎莎專場送埋你同系列嘅萬能注水保濕面霜，做日間嘅72小時超行注水鎖水補水，鎖水隔萬級嘅不停泵水，你試下班主任，死啦！你會唔會自己落單㗎？我梗係會咯，我會夾住你㗎，我會成日買㗎。你摸下滑到不得了，係咪好正啊？係咯，朝頭早用你個妝貼到不得了啊！係日霜愛嚟做阿爾卑斯山活泉水，阿爾卑斯山植物仲有山茅根嘅呢一個沙漠植物注水鎖水補水儲水，唔多講啦，呢啱嘢都要1588。1588。玻璃樽有價有市，都係27年到期，30ml㗎咋，都1588啊！今日買30ml嘅精華液，我哋送你30ml嘅面霜一套。